高雄美岛渔港的海华公龙有囡仔去遐佚佗时阵，去互物件擦着伤，怀疑是一款有毒的海体。高雄市海药局有派人去检查，这2天是拢无发现到这款有毒的海体形状。专家提醒讲，若是去互海体擦着，应该爱赶紧用盐水来冲过降低毒性，而且嘛爱赶紧去送病院。放伫头港洋中有幼幼触角的那些生物出现伫高雄美岛渔港海华公龙。礼拜日过头了后，民众带囡仔到海边耍水，陆续出现风顶上的情况。上华向家长讨救，家长高去水中的生物了后，发现亲像有毒的那边生物水体。捞垃圾的工作人员拿他的网子起来给我看，确实他的网子里面好几只水母，好几只蓝色的水母，陆陆续续就看到1-2个小朋友真的有痛到有上岸，在那边弄他的手跟脚，有那个蓝色的东西靠在他们的手，然后之后手就很痛。看到民众讲，迄天至少有2个囡仔受伤，赶紧伫面切下棍发文，提醒民众注意。市府海洋局表示，为相片初步判断是生物水体无毋对，也毋过敢是哪边生物水体，也爱请专家鉴定19、20。连续2日派人去现场巡视打捞，也毋过无发现水体形状，会继续关注。都白色的居多。量会很多吗？没有，就1-2只啊。如果不是在水里面，它大部分如果说已经被送到岸边，然后晒过太阳，或者是已经干掉过其他，它的那个生物性的毒素就会消失啊。专家讲，生物水体是一种大样性水面漂流的水体，为热带甲亚热带的海域拢可能出现。研判是水流也是风的飘送，才互水体出现伫海边。虽然本身有毒，也毋过伫日头拍也是用咧拍之下，生命来检查，毒性也会检查。医生建议，互水体加伤也是接触了后出现红肿，会当用海水、盐水浸泡来降低并发症。有休克等严重症头，爱随送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